Hello，大家好。2025年嘅清明節拍片同大家報個平安先。我覺得我有必要出一出片都證明自己係仲在生嘅。喂，呢兩日真係大家如果係有美股嘅朋友，應該都覺得個市況係相當之精彩啦，係嘛？嗱，你輕倉就會覺得係精彩，重倉嘅話，我相信你睇唔到呢條片㗎啦，已經係。我琴日同 friend 講笑咁講，我話就係即係你話好彩，即係呢一轉咧，美股冇話好重倉啫。呢一轉如果你半倉啊，你唔好話重倉啦，你半倉你直入 ICU 噶啦。以後嘅清明節嚟講咧，即係到時咧就係我唔會拜山嘅。可能如果我呢轉半倉嘅話咧，大家記住嚟拜我山。即係如果我半倉咗嘅話，就係咁嘅玩法啦。基本上就係有啲網友同我講就係話，直頭係琴晚啊，亦即係4月4號咧，係可以單日係輸1球幾啊！係即係有網友話識朋友係單日輸1球幾港紙，絕對係有可能嘅呢啲市況。琴晚係直頭係真係有幾分似2020年2至3月 Covid 嗰一轉即係股齡稍為深少少嘅朋友咧，就係可能經歷過係即係玩急跌咁樣啦。咁小弟都晒單同大家報一報平安先。呢個咧係我股票商品倉嘅 year to day 嘅回報率嚟嘅，開埋金額俾大家睇啦。即係年初至今咧，股票商品呢邊咧暫時輸緊5萬幾蚊，唔止咁少噶，因為幣嗰邊都輸緊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本人 year to day 嘅回報咧，就唔係輸2.83%，去到拍緊呢條片嘅時間咧，股票同埋幣嗰邊拉勻咧係輸緊6.7%。重複一次，本人拍緊呢條片嘅時候輸緊6.7%，而 S&P 係輸緊13.54%。咁我亦都要強調一樣嘢咧，就係本人年初咧，我係講過我係出咗金啊，因為今年我覺得個市況係比較難預測啦。咁我就係年頭嘅時候出咗金80萬嚟做定期咁樣。而家睇翻話，早知就係球幾兩球咁出金啦，係嘛？邊有咁多早知啊？係咪？即係話早知嘅話，即係 all in 落定期。或者 all in 落金嗰度就冇事啦。咁其實我已經係好重倉金噶啦，都買到15% 倉咁樣。就係靠金同埋之前有油股頂住咧。股票商品倉呢啲邊咧一直都維持正回報。咁去到呢兩日咧，唔好意思啦，油股都帶回埋咁樣。咁我琴晚係 cut 咗油股。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股票商品倉咧都終於跌埋落負回報區間，導致咧股幣拉勻咧暫時係輸多咗少少噶。我覺得自己今年暫時嘅表現都係即係 above average 嘅，咁但係我就冇一啲全倉係買金或者買美債嘅行家係表現咁搶眼啦。咁當然啦，今年暫時都只係過咗一季啫，咁成個回報率係仲有好多嘅變數啦。咁其實咧我自己本身咧就係因為年頭都知道今年美股會難玩咧，咁2月嘅時候咧見唔係好對路咧，咁就基本上係清咗倉美股啊。呢一陣咧我基本上係避開咗，淨係得好少嘅私倉住嘅啫。跟住然之後咧，去到我貓屎指住呢啲位啦，3月中下旬之後呢啲位咧，其實我就睇錯咗市啦。我當時咧就係入翻大概2成嘅美股啦，喺呢幾日嘅時候咧，我當時諗住係美股係喺個低位發嚟發去啦，咁應該之後到關稅落地咧就係會升啦。點知去到解放日嘅時候咧，特朗普嗰個關稅稅率咧係高過晒全世界嘅預期，然之後中國已經係率先反擊啦，係收翻美國34% 嘅關稅，再限制埋個稀土出口啦。而其他嘅國家咧，部分咧手上係冇 cast 嘅冇牌嘅話咧，咁就係咧係要對美國讓步啦，取消關稅啦。跟住然之後咧，部分係覺得自己有籌碼嘅，譬如你話歐盟。譬如話德國、法國呢啲咧，亦都係諗住同中國一齊咧，係會報復噶。日本就好似話係諗住派個首相去同 Donald Trump 自己傾咁樣。咁我都要事先聲明先，呢幅圖咧係喺富途牛牛圈度 cap 翻嚟嘅，唔知當中嘅資料咧係咪全部都係正確噶？你預有啲資料可能係錯噶。咁結果就係解放日消息落地之後咧，美股唔單止係冇玩低點，仲係玩咗加速下跌。咁跟住然之後咧，係導致大盤嘅周線趨勢咧大幅走壞咗。你亦都可以話之後點樣都會有個低點啊。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低點咧係太低啦。咁就係咧導致咧係變成咗一個浪低於浪嘅低點，仲低過舊年8月日元拆倉嘅低位，即係譬如話2022年比特幣咁樣一路跌落嚟，咁其實中間都好多低點啊。咁但係你下降趨勢入面撈到低點係冇意思噶嘛？係咪？你亦都可以話即係3月中下旬至4月初，我原本睇呢個時間咧，佢冇玩低點，佢玩咗加速下跌。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喺3月中下旬撈嘅呢一紮貨咧，2成倉位咧就係停咗啦。有樣嘢想提一提大家，就係無論4月彈唔彈都好啦。嗱，如果你問我嘅話，我覺得4月即係有得彈一彈嘅機會係稍為大少少啊嚇。咁但係如果喺熊市情景入面咧，似乎大盤嗰個下跌時間同埋跌幅咧，都係尚未滿足。有啲朋友可能話唔係啊，摩斯指住呢個位2020年複製1987年股災高低位35% 嘅跌幅之後都係 V 彈。
咁但係你要留意，即係嗰一年係有美聯儲大放水、世紀大印錢、大買債係嘛，大 QE。咁但係而家係通脹回歸，美聯儲仲係縮緊表喎，係嘛？老鮑琴日出嚟講嘅都話，即係冇急於減息。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能否 V 彈係存疑啦？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過去嘅周期熊市啦，周期熊市，譬如你話2022年咁樣，通常都係跌到42月線附近啦，藍色呢條線或者182周線啦。跟住2015至16年嘅調整咧，喺藍色呢條線附近做咗周線兩隻腳啦。2018年尾嘅貿易戰跌落啦，咁亦都係高低位咧跌咗大概3個月左右，高低位跌咗2成左右，係跌到落藍色呢條線。2008年嗰種咁嘅世紀熊市咧，咁就係會去到呢條線彈一彈之後咧係跌穿嘅，高低位跌幅57%。2008年呢啲即係最極端嘅情況，咁就唔好講啦。咁而家我哋睇一啲 normal 嘅熊市嘅情況，咁似乎個跌勢咧都係尚未滿足。咁至於你話而家呢一轉似唔似牛市調整咧，我又覺得唔似。咁所以大家都係即係留低咗好多嘅問號啦。而家個後市點樣咧？真係不明朗嘅因素似乎係太多，咁就帶出咗另一個問題，就係話點樣操作咧？作為一個經歷過2015年至今所有股災嘅人，我可以好坦白同大家講咧，呢啲事咧，倉位控制同埋係點樣操作咧，係比起預測係更加緊要。講真，你話預測嘅話，咁係咪我而家話係支持位就有支持，我話反彈就反彈咧？唔係啊嘛，啱唔啱啊？咁所以其實係可以諗諗點樣操作。嗱，其實操作策略咧係取決於倉位嘅，係嘛？一個而家係完全100%現金嘅人，佢可能覺得咧，而家係一個機會，但係對於一個而家100%美股嘅人嚟講咧，佢覺得呢幾日係世界末日。點樣操作咧？係取決於倉位咧，同埋希望大家嘅操作咧都係保持理性啦，盡量唔好受情緒影響。清倉可以係好操作，亦都可以係壞操作，係嘛？點解可以係好操作啊？如果你係理性計算過，覺得而家跌得似2020年 Covid 股災未跌夠，咁樣而清倉可以係好操作嚟嘅。你亦都諗埋就話，如果你睇錯嘅話咧，萬一而家就係底嘅話，咁你會唔會買翻咧？定係買其他資產，譬如話黃金或者 BTC 呢啲？你有晒 plan，咁咪係好操作咯。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你係因為恐懼好驚啦，咁樣恐慌斬晒啲貨，咁樣而清倉，咁咪係壞操作咯。清倉之後，如果睇錯咗佢彈嘅冇任何 plan 嘅，咁咪係壞操作咯，係嘛？任何策略，第一要取決於你自己而家嘅倉位咧，第二係盡量保持理性，唔好受情緒影響。OK，咁對於嗰啲係重倉美股而家有好多貨艇緊嘅人咧，咁你冇辦法啦。今年餘下嘅時間咧，係要盡量避免輸更多，盡量避免輸更多。可能而家無論如何咧，就算係底都好，最低位減都好咧。你可能都係要減少少，冇辦法啦。呢樣嘢係要取決於自己你嗰個心理上嘅承受能力，此為其一。第二，對於手上咧有足夠現金嘅朋友仔譬如話我啦，甚至有一啲係更加高現金嘅朋友仔咧，咁今年餘下嘅時間咧你有幾種玩法？咁暫時嚟講咧，黃金咧，我喺之前老虎證券上個禮拜嘅講座咧，亦都講過咧，就係話佢暫時係行出咗個慢牛走勢啦。咁金都穩穩咁升，咁可能 Quarter 2可以睇位做下啦。大餅呢幾日都好硬，估唔到Crypto 究竟係暫時仲未跌定真係唔肯跌咧？即係你話競爭幣好似 Solana 嗰啲就預先跌咗啦，大餅係咪都係預先跌咗咧？呢幾日硬到咁樣，完全冇跟跌，咁可能都值得留意下嘅。要再關注一下大餅，我覺得下半年嘅確定性係高啲啦。正如我上個禮拜喺即係老虎講座嗰度咧，係強調過一樣。都係可以再睇。黃金我自己咧今年做咗大好友嘅。睇位再加。至於美股方面咧，正如頭先所講咧，後市似乎嗰個不確定性係非常之高，留低咗好多嘅問號咁樣，好似點行都得咁樣。而家其他國家究竟會同 Donald Trump 傾定夾埋一齊揼佢咁又係唔知。咁所以咧，我認為咧，即係如果係手上多現金嘅朋友咧，咁其實可以唔使咁快話真係要大倉位抄底美股住嘅。我覺得入少少你話博反彈可能 OK，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要重倉做咧？我亦都唔覺得而家係一個即係好重倉可以話我一撈到跟住就係世紀大底咁樣嘅機會咯。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啦，當然係。咁你話有冇可能複製2020年3月 V 彈再破頂咧？咁當然乜都有可能啦。咁但係而家睇貨幣環境又好似唔係好似咁樣咁既然睇得唔係咁透嘅話咧，咁我自己咧美股方面咧，我係暫時會維持翻觀望住先嘅，唔傾向話大舉加倉噶。今日講到呢度先，多謝晒大家。